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咱台湾的茶饮市场哦，会当讲是有非常大的商机，但是相对的竞争嘛是非常的激烈。除了讲有一寡连锁的企业大品牌以外，近年来呢，伫咱台南哦，有出现一个就是健康饮品这个品牌，哇，在网络爆红造成了很多民众啦、网红啦、部落客拢想准备到咱台南哦来购买品尝。所以今仔日咱市民形象这部呢的特别邀请到呢，哇，我们这个健康饮品的代表到节目当中，荷兰金茂的来欢迎第一站健康饮品的创办人周梦中先生，欢迎梦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非常高兴哦，今天可以邀请到梦中到节目当中，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当来领谢公，这个健康饮品哦，到底是什么，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所以一开始呢，是不是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怎么会来说明怎样去形容你这个第一站健康饮品这个品牌？其实我们第一站健康饮品，其实讲求就是追求健康，真材实料，然后就是永续经营。那在追求健康的部分，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创立的时候，想要追求就是说，我们一般的饮料店其实常常会有奶精的部分啊，或者它只是单纯的茶饮，会有很多的添加物，那很少人在做健康饮品这一块。对。那其实，在单纯的茶类来说，它其实里面的成分其实就有含有一些儿茶素啊，一些科学家也研究说，在茶饮里面其实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成分。对。那其实我们讲说，单纯的茶饮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对于茶饮上面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就跟我老婆去商讨一下，说，我们如何去再创造一个全新形态的饮料店。那我们就开始去讨论说，其实我们在于，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得到的绿豆，或者薏仁，或者一些红豆啊、芋头的部分，其实这个是普遍大家随手可得。那其实它都很清楚每一个产品的特性。这个其实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啊，其实绿豆，它可以解毒、清热。那在于红豆的部分，它其实在每个女生的身上，其实女性的身上，其实她每个月，好朋友来的时候，她都想要煮一个热热的红豆汤。为什么？它其实对于可能身体的补血，那它其实很有帮助。其实它也有消水肿的功能。那其实，在薏仁的部分，更是每个女性的最爱，它就是可以美白。对。那可以消水肿。那在我们的饮料里面，其实我们又没有使用一些奶精的部分，我们单纯都是用一些鲜奶的部分来做调制。那在薏仁的部分又加上鲜奶，那又是美上加白，就是越来越白，就是又是一个女性朋友的最爱。对呀。那在于，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概念来打造一个全新的形态的饮料店。那也用薏仁的部分，这种中华文化里面传统的食疗，来跟我们的茶饮做一个全新的组合。那也创造一些比较独家的商品。那在于真材实料的部分，我们所谓的真材实料，并不是说很多网络上都会觉得说我们的料很多，那很满。那其实我们的所谓的真材实料，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那我们的真材实料其实是在讲求的是，我们对于每一样产品都是经过一个检验。那绿豆、薏仁、茶叶，我们的真材实料来自于说，这个产品它不会有任何的添加，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就是其他的东西去加在里面，或者其他的组合。那我们的使用的糖，那普遍上外面都是我们坚持用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台糖的红糖，台糖的白糖。那包括我们的茶饮类，其实我们也使用的也是一些异糖，也是台湾的台糖出产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坚持？那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比一般的价钱还贵。那我们的红豆啊、绿豆、薏仁的部分也是用最新鲜的，那相对的价钱会比较高。
那它所需要的成本也比较高。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坚持？就是因为这个才是适合给消费者的，这是我们想要走的路。真材实料是来自于我们对材料的坚持。那永续经营的话，其实在我们经营的理念上，我们对于消费者，我们从不把消费者当做一个傻瓜，当做一个提款机。那我们用相对的产品，然后我们赚取我们合理的利润。那这样的话，才对于我们的经营的走向，我们不把客人当傻瓜，客人就会尊重我们，我们也尊重我们的消费者。那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店家才有办法长久。那对于我们加盟者的话，我们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消费者，相对我们也会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加盟者。那有钱大家赚，那也希望可以把这样的产品、这样的组合，就是可以再推广到就是世界各地啊，先在台湾扎根。那如果有机会，那我们也可以往国外发展。对，所以真的像孟总讲的，现在消费者真的不是傻瓜，因为他可以比较的很多，然后这个新闻媒体啦、网络啦等等在这个报都非常的准的嘛，所以大家都去选择说，到底这个价钱呐，还有它到底是不是很健康，也是现在消费者所追求的。好，那当初为什么你会想要把你们的店名取作第一站呢？其实第一站的话，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要建立一个健康走向的饮料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在思考，健康是什么？其实有的人对于健康，他会觉得是我的身体吗？还是哪里？那常常大家都知道健康很重要，可是常常就是因为现实的生活，你必须工作，一起熬夜，去忙碌，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吃一餐，那或者去照顾你的身体，那我们才会想说，我们何不取名，就是健康应该要摆在第一位。对。那在我们人生是要经过很多的阶段，就像一个车站一样，就一站一站的经过。所以我们想说，那是不是健康应该是要摆在第一站？那所以我们的 logo 上面，其实在 logo 第一站上面，其实的一的中间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英文的健康的字样在上面。其实也可以希望说，就是看到我们的 logo 的时候，也许你不见得需要进来买我们的产品，也许你看到我们的 logo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对我今天我的健康状况怎样？你是不是有想到说，我是不是该注意我的身体状况？那我是不是要注意我的饮食？我的状况，我的健康是不是合格了？哇，真的很好，所以这个第一站这个名字也提醒大家，真的要非常注重健康哦。好，那我们知道说第一站是在2010年你来创立的嘛，那个时候你现在40岁，那时候大概30岁。好，那你这个创业的过程，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你要创业其实是不简单的。你可不可以谈一下说你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创业，还是说你之前还有做过哪些工作呢？其实这个要从小说起的。其实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其实我是家里最小的。那我有2个哥哥。是。那其实，在生活中，他们2个的表现其实都是比较优异的。会这样吗？那其实在于我就是从小就不喜欢读书，那也不会读书，那也没有什么专长。那从小就是被2个哥哥这样照顾长大，那需要什么的时候，就可能就是跟哥哥撒娇一下。哇！那其实自己也会担心说，哥哥这样照顾我，是不是以后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是可以帮他们分担家里？如果说以后长辈啊，就是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家里的负担是不是可以帮忙分担？那我就开始是想说，那我都没有专长，那我又是高中的时候又是读体育班，基本上我没有专长，没有技术，那专长打球啊，然后打球又没有办法当饭吃，当国手这样子，对啊，然后对于这些东西来说，我又没有技术性，其实从小其实对于自己其实没有太多的自信心啊，那就会想说，那我如何在未来里面如何能
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我没有特殊的专业，没有特殊的能力，那我如何找一份薪水比较好的就是工作来分担？是，就想说这样的话，我好像只能靠自己去闯一闯，去创业。结果其实，在创业过程中，其实也给大哥二哥就是制造了很多麻烦。哦，是这样吗？对啦，就反而增加很多负担。不过就是说，在过程中，我就想说啊，就是毕业了就是最容易入门的工作，其实就是服务业。那我就是去做了服务业。对。然后在服务业里面，其实刚好有一个吧台饮料的机会可以去学习。是。然后它也不算是很专业的，但是它可以让我有一些概念，有一些基础。那做一做之后，我觉得在服务业里面，其实他的生活比较不正常，他没办法，比如说可以固定的休假，或者他不是稳定的上下班，这种早九晚五的生活。那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比较正常的工作？我就到南科去做一个仓库管理。那在做的时候啊，就是会想到说，做一做，觉得怎么每天打卡上班、打卡下班，对，这样生活好像有点无趣。然后又觉得每天可能就是一样的工作、一样的事情在那边做。然后其实在于薪水上，其实好像也没有比较特别的进展，因为毕竟我只有高中毕业，学历也不高，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专业。那其实想说，那我还是去闯一闯。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然后就去开了一个就是臭豆腐。哇，卖臭豆腐哎。对，就是，然后之后就是说，臭豆腐一开始想说啊，就是它成本低，然后好做，然后那时候开始就幻想说，哇，我做一个小摊子，花个3-5万块，我们可以做一个摊子之后的口味做成功之后，然后我再来放连锁加盟，或者我可以开分店，开什么，之后开之后，臭豆腐没有成功，之后又开了一个摊子的卤味店，又开卤味，对，然后又没有成功。那你就会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啊，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最后就会想说，哦，想一想说，原来就是套一句长辈常常讲的话，就是这个代志哈，不是憨人所想的那啦，就是，所以事情没有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其实你不是只有口味要好。你还必须要传达一些，就是你怎么连锁加盟的概念啊，你人事管理的概念啊，你物流的供应啊，还有你技术的转移，你如何去做一个 SOP。那在于做一个摊子来说，其实只是说会这样做，就其实那时候长辈就说啊，你就是好高骛远啊，因为你只会做出一个好的口味，可是你没有其他的东西去支援你。那其实你并不容易可以做得起来。对，然后怎么讲还是一个路边摊上而已嘛，对不对？对啊，其实然后自己的会的能力又不多，那之后就好好去再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之后，然后我就是这一次就不开路边摊了，就是这次就是直接去开一间店面，然后一个就是简单式的饮料店，它完全没有装潢，就是一个柜台吧台就放在那边，然后是卖饮料啊，然后卖三明治啊，然后在经营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它的获利啊，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又开始不懂得经营，那时候不懂得经营，就会开始，哇，那我今天卖饮料，然后又卖三明治，赚的不够我想象的多，那我就开始卖锅烧意面，然后再拉一些客人，然后又卖炒饭。我越卖越多然后它一个饮料店，它变成一个复合式餐饮。是。其实对于一些经营一间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其实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知识跟常识，还有一些对于行销管理啊、物流啊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当初能理解、能了解。讲一个就是我在那一间店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我那时候就是曾经做，就是客人点了6杯的布丁鲜奶茶。那我就把布丁加在鲜奶里面，然后就是装了6杯，最后把6杯就是放去它要热的，我们就拿去微波。微波出来之后，我们将有加糖搅拌一下，奇怪，布丁不见了，我是不是忘记放布丁了？然后我就再加了布丁进去，然后又把其他的就是其他饮料拿去加热，再拿出来，每一杯半布丁都不见了。好神奇哦！为什么会不见？对、然后就拿起来喝喝看，有布丁的味道啊！就原来布丁在微波里面加热，它其实它是会融化的。其实有人常常说，就是没有知识没关系，但是不要没有尝试。其实感觉上就是我在那时候就是开间店的时候，连一些基本的概念，你对产品的特性，对一些东西的掌握，其实你是很不清楚的。那时候就觉得说打击也蛮大的，就觉得说其实自己真的很不足啦。真正代志不是戆人所想安尼啦。真正我就是一直咧做戆人。然后那时候就是好好反省自己啊，然后就想说我是不是还有东西是要去补足的。那我就其实是换了工作，然后就店收掉了，是不是？对，店就去收掉，然后就去找一个就是业务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去业务啊，然后就去学习如何做业务。那业务在里面就是如何去跟客人去交谈，那你如何掌握客人所需要的东西，那你如何去推销你的产品，那你又如何去了解，做一个业务他所需要的，可能要去跟你的工厂如何去沟通，如何去跟你的主管做沟通，你如何用合理的价格去卖给你的消费者，你的客户。然后在这样的经验累积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原来在一样的业务里，在一个业务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学问。那在开间店的时候，哇，他所需要的学问就不只是这样子。对呀。那我就重新去检视自己啊，然后就是想说，我应该要好好再思考一下，然后我就好好去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然后那时候就想起了，就是在电视上有看到人家讲一句话，就是你的人生的经历，它不会对你的人生没有帮助，所有的经验对你来说都是会有帮助的。对。那我就重新思考，从我开始饮料的吧台，然后就是然后业务，然后再重新做卖臭豆腐，这样累积的经验。累积经验起来，我就重新再去规划，然后就是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我的大哥，然后就是他就是觉得说，好吧，那就是他就是一直很感谢，就是他就资助我，就是来创立第一站这样子。哇。对，所以其实创立第一站跟你之前的人生经历，真的你讲的那一句对，每一段经历对你来讲都是一种经验的累积。对，所以呢，你第一站就是2010年创立到现在9年多了。哇，那9年多以来呢，目前也有一些加盟店的嘛所以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说这9年多以来你的创业，那你有什么感想吗？其实在这9年来啊，其实一开始。其实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其实也是一直很支持，默默的帮忙。那在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其实因为这样的新的组合，对于很多的消费者其实是陌生的。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会不知道说你到底是绿豆汤店还是饮料店，所以说我们一开始的店名也没有特别去注明说我们到底是什么店。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经营的时候。就是都是慢慢的累积，我们一直让客人就是用产品，我们就去坚持品质，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然后去不断的修正，有客人反映产品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去调整。那我们的口味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去调整。那不断的这样子累积，然后从一开始就是生意也不是很稳定，那就是跟我老婆这样辛辛苦苦这样子，
2个人这样打下来，那一开始工作了1年多，就是一天假可能也没办法休，就是每天可能从6点多开到晚上11、2点，可能都在店里在忙碌。那其实创业这条路真的是很难啊，对，那需要很多的坚持。那我们在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坚持我们的产品一定要真材实料。那我们也一直在坚持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用产品去把客人带出来，而不是只是单纯的用行销、一些广告，然后一些门面的装潢设计来把客人带出来。因为我们深信产品本质还是最重要的。然后就这样一步一脚印这样子，慢慢的从第1年，然后慢慢的累积，然后累积到第5年、第6年的时候开始，其实我们慢慢的在1年1年中都有一点的成长。那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我们这样的产品，其实客人的消费能力其实是够的，然后还有它的价位其实也是低的，然后它对于这样的组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们就慢慢去把它整理，然后把它进化，然后在我们的经验，然后再把它累积在里面，然后一直把一些东西简化啦，增加一些设备啊，然后才慢慢的走向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有五间的加盟店，对，那也让大家可以接受我们这样子。非常好。好，那现场的孟总也带了很多你们店里的招牌饮料来现场，那是不是稍微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呢？好啊，其实像我们的产品啊，其实说我们简单讲说，像产品，我们的产品，绿豆、薏仁、仙草、野果、波霸，其实有时候叫我介绍这些产品，你说有特色吗？它其实也不算有特色。可是组合起来，也不算有特色啊。可是特色在哪里？组合在一起吃起来好吃。对啊，因为很多吃起来会很给格，对不对？对，很多味道，因为最主要的它没办法做到，它每一个料它拆开之后。它还是好吃的。对，我们的最主要的特色，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很生活上的东西，像我们的芋头啊、薏仁，这样的组合，你可以在外面买得到，可是你可能买不到像我们这样子，每一个料单独吃好吃，可是它合在一起吃，它又好吃，然后又很协调，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要特别介绍这个，然后这个是比较独家的，就是薏仁清茶。像这样薏仁清茶，你看拆开，它就是一个薏仁的汁，然后跟一个清茶，可是分开它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合起来，薏仁清茶真的是全球独创，可是它的口味又是非常的让人家喝起来顺口，然后又好吃，就是好喝。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喝这一杯呢？因为其实现代人很多的，就是对于饮食上，就是常常可能因为油腻啦，可能炸的会吃的比较多啦，或压力啊，就是肠胃都不太舒服。那其实喜欢喝茶，可是又容易茶喝完之后肚子会不舒服。那其实，在我们的清茶里面，你又加了一点薏仁汁的时候，它可以解渴，它又滑顺。可是又不会造成胃的负担。那我们的产品就是会容易，就是因为我们除了有料，我们有单纯的茶饮类，那我们有单纯的茶饮类的做选择，那也有茶饮加果汁，那也有茶饮加我们的绿豆薏仁。那还有单纯的绿豆薏仁的部分，就是在很多的消费者，其实对我会喜欢我们的消费者，其实都很多，就是我护士忙碌。每天要照顾很多就是病人啊，他就想说，我买一杯有料的，可是它又很健康。那我在忙碌的时候，其实我只要是吸了几口，吃了几口，那我不会造成我胃的负担，那我有饱足感，然后对于健康又可以顾得到。然后对于天气很炎热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吃饭吃不下，
那像我们的料都是像这样子，都很多，对啊，就至少都半杯以上。哇，这喝一杯就很饱了。像这样子半杯以上，那它又漂亮，对，又是很多网美喜欢拍照打卡的饮料，那它又有饱足感，它基本上就是，所以你说我们的产品嘛，它有特色，其实有时候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有时候不太清楚说我的特色是在哪里，可是你说它没有特色嘛？可能我要讲的，它的最大的特色是来自于说，它很接近我们的生活，可是它很像你家里妈妈煮的一个绿豆汤，它一个薏仁汤，可是它可能有妈妈的味道，可是它比你妈妈煮的还要好吃，那可能你看到妈妈为你煮一个绿豆汤、薏仁汤的时候，她可能要花2-3个小时去熬一个绿豆汤、薏仁汤、红豆汤，可是熬起来的时候，那爸爸妈妈这么辛苦，这样你为什么不要就直接到我们店，就是直接买一杯，然后买回家就好了？我们常常会遇到，我们之前就遇到，就是有一些就是阿姨啊，就是来买，然后买的时候就会说，你们的绿豆汤很好吃的，你们怎么煮的？为什么我在家煮不出来？然后我就说，哦，没关系啊，就是来我教你。那我就带到我们的厨房里面说，来，我们这样煮，我们的煮的过程可能你要先熬、先泡，然后慢慢煮，然后煮完之后大概然后冷却，当你要用的时候，可能要4个小时或5个小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好了，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就为了喝一杯绿豆汤，那或者薏仁汤，那我还是花了几十块钱来这边买一买就好。对呀。那客人，因为我们也很光明正大，就是请他来厨房参观，他也会也让他知道说我们的产品，不是说像有的会觉得说薏仁吃起来会有点稠稠的，那他们都会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有加勾芡粉啊，去勾芡？我就说，我通常有这样的客人问我的时候，就说来，我带你来，我煮一次给你看。他们来看完之后都会觉得说，真的，那这个我也学不来，很多都要你要不要教我一下？然后好，我教你来煮一煮之后，他就说不要好了，我还是用买的就好。对呀，我怎么有这种时间？阿姨就说，我怎么有那么多时间，然后花那么多的精神，然后为了一杯薏仁、一杯绿豆，然后在那边熬煮，所以之后他会觉得说，我还是用买的，而且买第一个。我不用花那么多成本，然后金钱，然后你们的东西又健康，然后又天然，然后对于品质的要求又很严格，那所以就会变成慢慢这样出来，变成一种特色出来了。对。好，所以呢，为了让观众朋友呢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第一站健康饮品到底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制作单位特别出了外景，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到现场去瞧一瞧喽。最近在网络爆红，可以客制化而且超浮夸，听说一杯呢就可以代替一餐的健康饮品，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直击。老板好。嗨，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忠。这是我老婆，也是另一个创办人，叫陈文玉。嗨，大家好。老板，我今天来呢，就是听说你们这里有一杯，哇，这个网络非常的爆红，然后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今天不想吃午餐啊，那我就可以用一杯，可以代替一顿午餐，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然后又非常的健康，所以我现在可以来点这杯饮料吗？可以啊。好。那需要什么呢？来，我看一下，哇，其实你们卖的东西种类非常的多但是我有看到了，来健康有料区这个部分呢，我要来点这杯非常红的红豆鲜奶，而且呢，你看，哇，价格很便宜耶，对不对？然后它可以不加价，哇，可以加这么多东西，老板，那我当然就是全部都要加啦。好，没有问题。那我就帮你做红豆鲜奶，然后把全部不用钱的料帮你全部加进去。现在要来制作网络上爆红的浮夸系饮料红豆鲜奶，加所有不用钱的料全加。现在要来加野果，加我们的波霸，
仙草冻，绿豆，还有我们的薏仁。最后加我们的红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鲜奶。我们的浮夸系饮料就完成喽。你点的红豆鲜奶加料不用钱的全家做好喽。哇，卖相超好的，你看，哇，这么多层，真的很浮夸哎。这相信真的可以代替我一餐。好，那我直接来试喝看看。好有层次感，而且呢，它不会让你喝起来觉得说好像不顺口。为什么奇怪不一样的材料，结果吃起来竟然这么的柔和，这么的调和，好好喝哦！哇，来，摄影大哥，你要不要点一杯？好，那你要喝什么？薏仁清茶。哇，薏仁清茶，听说这也是你们的招牌，对不对？没有错，这个是我们独家的产品，薏仁清茶。那就交给我来为摄影大哥制作了。好，我现在为大家制作薏仁清茶。那薏仁清茶是由我们用纯薏仁下去研磨，然后做成的汁，然后再加上我们台湾的茶叶清茶，然后融合在一起。那我现在为大家示范制作流程。对，我们现在先把薏仁汁，然后加到半杯的状况，然后我们加上台湾的清茶，那有需要什么甜度可以自己自由调整，然后加上清茶。然后让它们融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独家的薏仁清茶就完成了。来，摄影大哥，你的薏仁清茶好了哦。谢谢。哎，现在有客人要来买饮料，妹妹你好，你有来买过这间的饮料吗？有。有哦，那你今天想要喝什么？我想喝他们的芋头牛奶加仙草。哦，那你的芋头要打碎吗？好。好，那稍等一下哦。现在要来制作我们的芋头鲜奶加仙草打碎。先来加我们的芋头。再来，我们打碎它。那我们有打碎跟没打碎，芋头就插在整块的会比较有口感。那打碎的话会比较绵密，比较好吸。然后我们再来加仙草。最后再来加上我们的牛奶，这样我们的芋头鲜奶加仙草就完成喽。来，你的芋头鲜奶加仙草打碎好喽，谢谢。哇！你看，其实我已经喝了一点点时间，喝了大半杯，真的很好喝。哎，所以呢，老板，
其实我知道你们有开放加盟哦，我看了这个生意这么好，我也蛮想加盟的，而且这样子可不可以先让我自己试做看看呢？好啊，看你想要制作什么，进来里面尝试一下。好啊，那我想哦，我做也不能做太简单的，对不对？好，那进来已经有红豆鲜奶，那刚才你们也有示范过这个芋头鲜奶，我来做仙草冻鲜奶，然后加个你们这边的招牌薏仁，还有再加个波霸。哇，好开心呢！我第一次做这个饮料哦，仙草冻鲜奶加波霸跟加薏仁，老板教教我吧。好，那我们第一步就从波霸开始。那你看我们的波霸，哇，老板，你们波霸为什么是透明白白的？因为我们的波霸主要是我们健康走向，所以我们是挑选它是没有加色素的。哦，那没有色素的话，在吃起来对身体上就是比较没有负担。我刚有喝到所以其实它没有色素，但是它口感是一样很棒。对，所以大概加了个半匙左右。哦，可以加到你喜欢的量。哦，真的吗？对。好，那再多加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加一下薏仁。哇，那我们的薏仁这边是要加的是薏仁的颗粒。颗粒哈。对。其实薏仁对我们女生非常的好对不对？对啊，薏仁其实它有美白的效果，那其实它也可以消水肿。那很多产妇在产妇之后，其实都很喜欢吃薏仁。那只是说产妇在吃的时候，建议不要吃冰的。对，这个是对身体可以消水肿的一个很好的状况。这样 OK 吗？这样可以的。哇，老板，那你们这边薏仁好像另外旁边还有薏仁汤，是不是？那旁边的是我们用纯薏仁去研磨下来的，就是熬煮。那我们有分一锅是有糖的，一锅是无糖的。那在客人在选择喝的时候，他就可以选择比较低的糖，因为现在健康走向。那有些客人很多都会选择无糖的下去喝。那有的需要有一点甜度的话，它也可以带动薏仁的香度，所以可以客制化做调制这样子。好，那我已经加完波霸跟薏仁了，接下来就是主要的仙草。哇，老板，这仙草好骨溜哦！其实仙草对我们的身体也非常好，对不对？对，仙草在夏天的部分，它是可以降火气，那其实也可以排毒，那对身体其实是一个蛮健康的产品。那你仙草就是在切的时候，我们是嫩仙草，所以它比较滑嫩，所以你在切的时候要像豆花一样切，然后大概慢慢的加，然后加到8分满的位置。哇，加到8分满呢！对，我们8分满的位置就是会在低的位置。好，所以我现在就要把这个一整块的仙草这样子，像有点切豆花的感觉，把它切。哇，所以其实可以切细一点，也可以切大口一点，让它比较有口感，对不对？对，8分满呢，再一点点就快到了。哇，老板，你这料用和你这，你改料钱呀？哇，其实弄起来好漂亮哎，你看，这样有到8分满吗？有到了。我要再多加一点点，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加上鲜奶。那加上鲜奶之后，来由你。好。哇，哇塞，看起来好好喝！我人生当中第一杯的饮料制作完成，老板这样有成功吗？有，这个就是我们的仙草冻鲜奶，然后加薏仁加波霸，一个健康的饮料。哇，这就是第一站超浮夸、网络爆红的饮品。哇，我刚才呢亲自试喝之后，真的觉得非常的棒，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它除了好吃以外呢，就是它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营养哦。对，我们都是追求健康的天然产品。那像我们的东西都是没有添加防腐剂、香料、色素，还有浓缩果汁下去，就是对人体比较好的东西，都是纯手工熬煮的绿豆薏仁啊，还有使用纯鲜奶这一类的东西。那水果的话，我们都是用新鲜果汁下去压榨的，都是比较健康的。对，没有错哦。像讲求健康，在我们的绿豆薏仁部分，因为像绿豆它可以解毒，那薏仁可以美白。那对于每个产妇，其实在生产完之后，也都必须想要吃的，可以做美白，然后消水肿的功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健康饮品。那我们也很感谢，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之下，有台湾啊各地都有人来我们的店来做购买我们的健康饮料。那我们也希望说，如果说对我们的产品
那有兴趣的，我们也很希望能把健康饮品可以推广出去，让各地可以更轻易的喝到吃到我们的健康饮品，真材实料，然后追求健康，然后永续经营。如果说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想要加盟的，欢迎来跟我联络。第一站健康饮品赞。相信透过刚才外景的介绍，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第一站健康饮品可以呢，底咱在地哦，哇，扎扎实实的扎根9年，然后呢这么受欢迎，现在在网络又爆红哦。好，那我们回到节目现场之后呢，要来请教梦中啦哈，得跟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跟你一样，想说，我不想说哦，我就是这样子哦，每天上下班打卡，然后领固定的薪水，或者是过着很枯燥无聊的这个工作，所以呢他们会想要创业。哦，那以你自己这样其实蛮丰富的这个创业的经验哈。那如果说我们观众朋友想要来进行加盟的话，你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其实对于想创业的一些朋友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建议啦。如果说其实有一些朋友，其实他们想创业啊，或者也会询问我一些想要加盟的意愿。是，通常我都会跟他们建议说，其实你不一定要加盟我们的品牌。其实你有自己喜欢的，就是行业啊，或者喜欢的品牌或产品，其实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是。但是其实你要创业的话，有几个重点，你可能必须要去看清楚，才不会在你要寻找一个加盟总部的时候，会容易被骗。那我们通常就是你要注意的重点就是你在加盟的时候，你需要看到就是加盟总店。他的生意好不好？一间加盟总店，如果说你自己本身的生意都不好，那可能对于你本身的产品来说，其实就是有问题的。对啊。可是加盟总店的产品，它的生意都不好了，那你又喜欢它的产品的时候，你就要质疑你的眼光是不是有问题？对。所以当你在看，所以第二点就是说，还有就是你要知道它的产品有没有竞争力。这个竞争力在第一点，其实它有一点相关。可是竞争力跟有时候总店生意好，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地点好，区域性好。是。可是它的产品呢，能不能出得了它的地区、它的地点？所以你要去做它的产品有没有特色？是。它有没有未来性？第三，你要注意的是，加盟总店，他跟你谈加盟的时候，他给你的价格。是包含了什么东西？比方说你加盟合约签了，其实就有点像你的卖身契签了，其实它不会，你就已经动弹不得。因为里面会有履约保证金，你可能会有毁约金的问题。对。那在这样的问题之下，所以你必须询问清楚，说我加盟了之后，我付了这笔钱之后，到我可以开业，我是不是还要额外花什么钱？这个其实你们可以去了解清楚。那之后就是它总部就是说，对于你们加盟之后，我们怎么去对加盟店的协助，如何去协助管理，如何协助你的品质。那有一些加盟店你加盟了，那好了，那你今天产品都给你了，那你也会了，可是生意不好。那你跟总店反映说，我最近生意不好了，那怎么办？那通常就会说，如果有一些总部，真的很有责任感的，他就会说，好，我来帮你处理，我如何帮你去做行销，我如何来检视你这个区块的，顾客群是不是有问题，或者你在制作的产品上是不是有问题，如何去支援你们。但是有一些总部，他可能你跟他说生意不好，他就那你自己看着办吧。那所以说总店的对于总店的一个态度，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总店是如何去支援这些加盟店。是。那以上大概要注意的是这样子。不过身为就是作为总店一个就是业者来说，我会提醒就是想要加盟的，或者你已经加盟的一些就是创业者，那其实总部的立场其实
就是给你一个好的平台、好的产品，让你去发挥。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它只是借由你加盟的那个品牌来发挥你的能力。对，你平台给你的，你要赚多少，其实要靠自己努力。对，而不是说，我加盟了品牌，那我就稳赚了。其实再大的品牌，很多加盟者还是就是赔钱了事很多。对，那也有很多小的品牌，它其实加盟了之后，它其实之后品牌大了，它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它也可以赚了很多钱。那你如何去判断，如何去了解这样的东西，其实就要从这几点，你要多细部去观察，才不会说到时候加盟了，然后你又后悔了。对。那对于加盟一间店或者一个品牌来说，就是说，你们要在加盟之前或创业之前，你要先想清楚，自己有没有那个决心，跟毅力，对。那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坚持，对，哇，真的很谢谢孟宗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加盟的建议哦。好，那我们知道说你目前已经有5间加盟店，而且还有国外也有来询问要加盟，那你可以谈一下以后第一站的未来的愿景。其实，在第一站对于我们品牌的一个走向来说，我们其实都是用一步一脚印的方式来走，那就是跟我们产品一样，我们一样是就是实在。那我们对于未来来说是，我们会先在台湾就是慢慢的立足，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到一个健康的饮料。对。那这个饮料又是你熟悉的，那又是健康的，那其实就很像我们就是爸爸或者妈妈小时候煮给我们的一个绿豆汤啊、薏仁汤啊，一种怀念的味道。那也希望这样的组合也会成为一个全新的形态，也让一些想要创业的一些创业者，可以借由这样的形态，可以创立你自己的事业，然后赚到你想要的钱，然后能有更好的生活。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立场一步一步在走，所以我们的步调其实走得比较慢。那也上个月也刚好去马来西亚，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就是也透过网络，然后看到我们的产品，觉得说，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很特殊，有竞争力，对，然后也邀请他们来台湾先吃吃看，然后他们尝过我们的产品之后，就觉得说，哇，这个产品真的是他们想要的，那我们就在上个月去马来西亚去帮他们看一下当地的就是市场，然后当地的一些材料啊，如何进货啊，他们的一些饮食习惯。对。那其实，在国外其实很多台湾品牌都已经进入了啦。其实，因为台湾人真的很厉害，台湾建立的品牌，其实在国外其实是都蛮多人喜爱的。那既然我也问那马来西亚的朋友说，在马来西亚已经有这么多的台湾品牌，为什么你还敢把我们的东西带过去？然后说，我觉得你们的东西不一样，你们这种组合是一种新的组合。虽然它的东西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可是这样的组合跟你们的口味是一种创新的感觉。那他会觉得这样的产品，即使在马来西亚，在各地很多的各大品牌都已经进驻了，他还是会认为说，其实这个是可以有自己的一条路可以制作的起来。他这样的品牌在马来西亚，它是可以有发展的，它是不用担心别的品牌去打击到我们的东西。那相对的，其实回归于台湾人来说，其实马来西亚的人都有办法这样认为，我们的品牌是这么有竞争力。对，因为他到马来西亚竞争的是全世界的品牌。可是我们在台湾主要竞争的都是台湾的品牌。那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产品其实都有一定的信心。我们产品它不是一种让你很惊艳，它是一种让你念念不忘。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
好像没什么感觉，莫名其妙你一杯就吃完了。可是你会觉得，感觉很清爽。可是有一天你想到的时候，觉得，我好像又想要再来一杯。对，我想要再来一杯。它不是像麻辣锅，你吃了哇，好好吃，哇，好辣，这个感觉很好。可是我们这种产品是属于细水长流。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产品其实会比较能让我们可以带动的是一种永续的经营。因为毕竟绿豆薏仁的部分，其实在中国已经中华文化流传了大概不知道几千年了。那未来下去，它一定是可以继续流传下去。这也是我们深信，然后想要去追求的。我们不只想要做一个就是100年老店，我们想要一直传承下去。那也让我们加盟店，就是不要说加盟之后，潮流过去了，它就没有了生意了。那我希望我们加盟店它也可以开50年、100年，它也是可以一代传一代，一个传承下去，一间加盟店，而不是只有总店，它可以做100年。在你的加盟店也可以做100年，这就是我们想要其实维持下去的，就是有钱大家一起赚。对。哇，所以现在连外国都来询问加盟的事情呢。那其实在这个北部、中部的地方，如果我们民众想要来喝到这么棒的饮料的话，也是很想要来加盟啦。好，那我们最后呢，是不是请梦中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好，其实依我这样子，就是可能慢慢这样子经验啊累积，然后创业这样下来，其实会觉得说。不管做什么东西，你都是要不断的学习。对，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你才会有办法改变你的人生。好，非常感谢钟梦中，我们的第一站呢健康饮品的创办人到节目当中，谢谢您。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启明星下这波底下个一段了，咱再会。